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涉嫌来软禁着高雄14岁少女的迄个姓罗的嫌犯，已经法院裁定收押。甲收押理由，第一，这个房间有来设暗房，看起来是逃亡的时阵准备要秘的所在；第二，有被害人的指认甲对话记录，阁有4级的毒品。第三，捌来指示讲爱甲少女的手机弹掉，这恐惊是要湮灭证据，再加上伊犯罪手段甲过去真相共，就是这4大理由，法官裁定收押。即摆佫传出讲，这个嫌犯伫犯案进前，就伫游戏的群组来问讲，倒位会当买到会当通电的暗箍，可见是有计划要来犯案。这嫌犯的太太佫甲检警讲，伊的翁婿有一台电脑，内底有重要的证据。这个警方随拼去新竹竹东因的徛家，甲这个关键的电脑甲摕倒来，要继续来追查。警方赶到嫌犯伫竹东的厝。一个查某人穿黑色裙，一个查某人挂喙暗，两个人伫内底停留一时啊，后来摕出一台电脑和主机，就是因为嫌犯的太太讲，翁婿电脑内底有关键的证据。用电脑回去吗？是认为里头有关键证物，是不是？被告虽然否认有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部分，但是坦承有掠诱的犯行。那而且这个案子有经过证人及被害人的指述明确，还有通话软体的资料可以佐证。甲高雄一个查某囡仔抓起来，佮关起来，嫌犯姓罗，获刑了去用收押。法院裁定收押的关键就是包括房间内底还佮有笔录，惊讲伊会走路，犯罪手段和过去差不多。佮有就是甲查某囡仔手机弹掉。但是有网友讲，嫌犯早就伫游戏的群组顶悬问讲，倒位会当买会过电的暗棍链啊？铝铁的一个材质，没有接电线，也没有可以充电的电源。有跟他讲说，如果他安安静静的话，不吵不闹，他就把项圈拿掉。我女儿有答应他，所以就真的有把它拿掉。好你家在暗棍链最后袂当过电，所以查某囡仔无受到凌迟。但是代志愈变愈多，嘛是互人听甲起价要赔。